始了。对。好。好。各位贵宾，欢迎参加客家文化发展嘅分组讨论。首先有请分组讨论主持人，台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顾秀惠主任委员致辞，掌声欢迎。喂啊，感谢大家吼，另外也从天来参加也从嘅分组会议，我哋也从分组会议个贴拍吼，亦共用吼延续头前基础，来自于无共用国家嘅客家朋友来到也嚟同大家分享吼。我係顧秀惠，我目前服務喺台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屬事我嘅朋友同無屬事我嘅朋友，第一我喺台南，又有台南客委會，第一個反應就講，台南有客人哈，大家嘅印象係台南冇客人，吼，錯冇？吼，但是我同大家報告吼，台南有13萬人口嘅客人哦，13萬人口比花蓮還較多嘅哦，但是台南無所謂客家重點發展區，吼，伊也係客人比例最大嘅7%，吼，嗰時根本唔係來講台南啦，吼，我係介紹我自家，吼，我係台南市政府，吼，介紹係我自家，我介紹根本3位主講人，吼，有3位主講人，第一位係周慶堅先生，吼。歡迎，吼！伊來自太海 T， 吼，太海 T， 係今日就是下晝總委員教書也有講到太海 T 同牙買加客人，吼，同樣來自廣東，吼，深圳也地方，吼，今日伊來跟我哋講太海 T 嘅故事，吼，第二位係來自馬來西亞，吼，今日馬來西亞請到朋友來，吼，李國平沙總，吼，伊今日也要跟我哋分享，也馬來西亞一起來，吼，也個貼拍嘅藝係呢藝術嘅藝啦，吼，一起來文創社，伊順來貼做埋，所以喺台海喺馬來西亞，攏有也客家文化嘅發展，個貼拍伊能用嘅推動，吼。第3位係我哋最敬重嘅朱正義教授，朱正義博士，嚇，朱正義博士，他個碩士，嚇，也係喺我哋醫學界、台灣歷史文化語言方面，一定努力一個熱心嘅最專業嘅醫生教授，特別係2019年得到客委會終身貢獻獎嘅得主，吼，伊喺差唔多20年前咯，吼，就一間爸爸嘅過身後嘅大家拿出來嘅，吼，電影啊，吼，成立一基金會，一基金會係北美客家台灣語言文化基金會，嗰個基金會嘅經驗拿出來，來鼓勵台灣地區從事客家語言文化工作者。好，來鼓勵大家吼發獎金，吼多見咯吼，20年來無談過吼，特別做一條事情吼，幫我哋學習青島吼。有3位今日我哋咧主講，接下來係我哋咧語壇係總委員教書吼，分享總委員教書，今日個辛苦早晨到下晝都有嘢創吼，我也創。我一間時間全部本案人咧語壇人，也特別感謝客委會安排最後一場本案，我哋每一個人都有1點鐘，按不到一場冇事唔怕，但是按言來，大家按言來吼，來日嚟每個人都有1點鐘做得講，可以講個叫，好，接下來我嘅時間就交俾周先生，吼，睇下啲也係報告，好，請。多謝，各位。陳橋客家今日在台灣盼，四方來賓一家親，以藝效驗後相同，自家客家強熱心，
我本身想招，我想招我去泰國啲出世，我係當天嘅第三胎。我公阿婆都去總嘅簽證過到去泰國啲，我爸在泰國啲係土生土長嘅，我媽都係泰國啲嘅原住民，所以我都算係混血兒，半同飯唔知我哋客家話正唔正咧？正喎，好。我今日嚟要來介紹泰國啲客家話嘅發展。來下一張。要4種我都來分享俾大家來聽。泰國啲簡單嘅介紹出嚟會，因為全世界好多人唔知泰國啲出嚟會，根本冇聽過有地方，冇聽過有隻名。而且台灣桃園還有一隻蔬菜叫做泰凱，我生日我轉來，唔敢問我，而出嚟會來哦。我講我去泰國睇，哦，桃園嘅泰凱哦，我唔咩哦，我坐飛機10幾兩10隻鐘，爭來到台灣嘅哦，嗱，第2章咧都會講客家人去泰國睇，第3章。講我哋當地方言嘅沙灘，同埋將來嘅文化發展展望。下一張。嗱，泰國啲咧都係黃色一隻點啊，英文咧叫做Tahiti，佢位於南太平洋嘅中心，佢真名就叫做法屬波利尼西亞泰凱蒂，佢面積嚟講都差唔多有1045平方公里，人口嚟講咧都13萬左右，都唔係好多，10% 咧都係華人，而有10% 嘅華人咧，基上都係自家啲客家人，厲害冇？嗱，泰國啲嗰邊咧，官方語言咧都係法語法文，因為都係屬於法嘅咧，從細到大都愛讀書，都愛讀法文。天語嘅最大嘅語言都係個原住民本身，泰凱蒂話、泰凱蒂語也按做馬奧希，後接近紐西蘭嘅毛利，都係差唔多均速嘅。語言嚟嘅，第3咧，自家啲嘅方言啦、唐言啦，都係講客家話為主。再來都有多少廣府話，也再來好多唔家嘅啦，學識講中文。文化嚟講咧，又有法嘅文化，又有我哋當地波利尼西亞馬奧希嘅文化，又有自家啲嘅客家人嘅文化。基本上同總嘅台灣或者別嘅地方有華僑方言嘅地方，都差唔多有相同嘅文化咯。嗱，安逸嘅地方咧，做乜計後有客家人去到咧？我都可以講到160年前1865年係先是第一批華人來到泰國地，都有一隻英國人嘅商家 William Stewart， 佢去到泰國地開一間農場，農場咧都嚟種乜嘅？種甘蔗、種棉花、種咖啡條，都冇人耕種，佢都想到去香港到非洲簽證入邊來邀請300幾名華工，也係自家啲客家人在泰國地第一刀來到泰國地嘅咯，因為泰國地客家人也唔係單車係泰國啲客家人，我相信全世界客家人刻苦勞力，後
勤俭，所以做到1年呢，做到非常之好。听1年老板又再邀請還600隻工人來，又增加嘅生意定做定態，咁樣陸續都教佢成10年時間，10年時間，廿趟華工嘅來到都係冇帶老婆來嘅，都出人呢，都留當地嘅婦女要同歡。也要開始要好似嗌人樣奔同飯生春來，嗱1907年同埋17到1914年呢，要第3批、第4批嘅犯人都來到太愛天，大概都要2000隻人，但係呢第3批、第4批個貼片我先間再會介紹俾大家睇。硬線褲嘅坐船過到嚟睇下天，來到而看嗰條吉勤路、吉線褲，中到硬到渣，也裝箱咧，都係當然咧，我哋睇嗰啲原住民婦女都19世紀。嗰啲海產都耕種啦，客家人都出現睇緊啲廉定，因為倒閉海啦嘛，甘蔗園倒閉海之後有一班轉到做唐山去，我哋喊唐山咯，有一班咧都上到愛出睇緊啲落地生根，同埋刺去當地嘅婦人開枝散葉。客家人呢，同埋亦都睇緊啲原住民呢，都要下一代嘅咯。下一代咧都變成兩邊，屋下唔一定全部都係講客家話，所以而家啲客家文化都好少流失咯。1907年、1914年第3、第4批嘅來到太愛天嘅華僑咧，都想到。哎呀，我都有隻想法，回國組建家庭都一趟都轉去啦。當天我哋都愛組建新嘅家庭，也愛保留自家客家文化，客家話、客家文化。到呢啲時候，開始興旺起來咯，客家人呢，讀書。也當時間咧，開始都做生意為賺錢，又為信，又為強，所以也係變成我哋經濟主流嘅原因。嗱，第3點咧，我哋要講到繁衍沙灘。繁衍沙灘咧，唐人在外灘兩面。都愛想念家鄉，記得祖公，記得自家嘅話，我去到來回都好，我想愛好似中國人樣，好似大陸好像中國家鄉人樣，所以好多人發心來教一條組織一條社會，要中華會館、中國國民黨第1支部。第2支部、第3支部、中華文化協會、廣東設業會、中華婦女會、鳳門志工堂，還有書研會還有飛色馬會，都變成新義堂，也係都打理我哋華僑所有文化一切到今日。謝謝。新義堂咧，麥雞年房開始咧，都係1911年，有7位創始人咧，合夥起來做，上到兩面咧，做善事，幫人家，善移民，
來到無通橋、無通處，好，信義堂，我都來去廟堂；無通莊，我信義堂來觀察繁衍牧羊，有着安心之地。也了冇得處，冇得食，也可以向我哋信義堂嘅公會來幫助。而想做生意，愛情時都可以同佢商量，同佢加錢，賺到錢再來還轉變公會也要。干地廟我曾提到，我本身都係干地廟嘅主持。廟祝公哦，我哋正式客家話講，嗬，我係算最年輕嘅廟祝公，我亦作為20年嘅廟祝公，廿隻職業，我都細細從一間干地廟嘅狀態，得到干地廟干地爺爺嘅比如我屋企，比如我前太嘅啲。比如我前睇嘅啲華僑，也比如我睇嘅啲希望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所以我也希望我曉、我懂得咧、我明白嘅，要生子人能夠復甦緊啲老爺，也希望一胎傳一胎。講到干地廟嘅地步嘅，都係差唔多啦。干地廟、干地聖館土地白公啊、觀音洋洋啊，樣樣都有啦。最特別嘅都係因為陳小順、陳小公，佢本身都係第一批華工來到台灣，因為當然發生命案，而差唔多讓人去享受。老闆都逼一條總結人，一條華人華工，全部愛逼盡一條盡總結，佢都犧牲佢自家，所以我哋在一路到今日不停來供奉佢，紀念嘅英雄好漢嘅精神。好，睇佢啲嘅華人茶湯咧。團體文化法通其實都差唔多咯，舞龍舞獅、過年過節都差唔多咯。歌頌啊、爬龍山啊、還有拜月光啊、還有過冬啊、做人際班啊、乜雞茶歌其實都差唔多一樣。見那有乜雞展望咧，都我哋團體啊，見那啲團體也不停往流行嘅方面來參加上一代嘅人，上一代長輩們嘅知識，要新一代嘅後生仔能夠接受我哋嘅新文化。也希望有一隻專店、專國店，我哋希望能夠用客家拼音，我看到台灣客家委員會拼出來嘅一條拼音非常之好，但係我哋係因為本身係講法文，所以我哋另外我要花多啲時間嚟去研究，用名嚟拼出一條客家書。也希望在一隻電視廣播電台每一日學一隻書，1年365日，係咩？好多10年時間，可能都會講客家話咯，係咩？我本身都係在睇嗰啲出世，在睇嗰啲狀態，土生土長嘅。我也發覺到，也唔能夠片面，一代又一代變法嘅文化、演出文化也好，同化開。
太家啲客家人嘅歷史要超過100年啦。目前50歲以上還能夠用校流呢嘅客家話嚟溝通，以下咧都能夠聽，唔能夠講。我也希望下一代能夠慢慢都來學，也希望我哋一位政府能夠接納我哋建議，從小學或者幼兒園安排幾隻老師稍微從細開始教講客家話。最尾一點冇講到尾咯，最尾一點我還記得我講過一句話：人賣做總田，唔忘做總人。我還覺得自家啲客家話非常嘅重要。多謝，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哇，掌聲如雷啊！嗬，各位貼片嗬，我根本一張拖多張2分鐘前張認識周先生嗬，我還蠻認識伊，還蠻看到伊嘅時間，我係看伊嘅履歷嗬。太海梯關帝廟住持，啊，想應該佢攞安尼嗬，無免到哇來按後生，在語言講嗬，無免到全部用客話，而客話按嗬無一句華語，無一句法文，我攞到以為講法文，所以我戴也耳機戴上來，我攞到以為講法文，結果無嗬，全部講客話，我講也佢難得嗬，提安尼蔬菜，佢媽媽又係原住民，又係法國的國家統治的蔬菜，官方語言係法文嗬，波利尼西亞語。但是客話講到安好，再一次如雷的掌聲，感謝本人認識太海梯改的梯唔係太海哦，太海梯哦。接下來有請我哋馬來西亞嘅我哋呢沙總李國平沙總，請。我先講介紹我自家嘅身份先，問大家認識我自家啦嗬。我係來自馬來西亞由福州古來加拉巴沙威嘅一個文創市一個市長，我係到李國平，李應該係在呢個世界。一個太上來啊，上嚟嘅家嘅萍水相逢嘅萍，就好像我幫大家在理會大家萍水相逢嘅萍。OK， 我喺橋在呢個馬來西亞嘅加拉巴沙威一個新村，我喺嗰位市長。因為呢個我原來嗰位係一個好細嘅一個新村嚟嘅，然後人口也沒講好多，目前嘅人口大約係在3萬嘅人口左右。當然，按照人口比例，有90%以上全部係客家人，都係講客家嘅河婆話嘅。所以你會現場有多個係河婆客家人啊？哦，我係稍微講下你我人咧客家河婆嘅，好唔好 ？OK， 比如講食飯啊，我人係講食盤，講你愛去呢位，我人河婆人係講。你愛去來往稍微有一啲就唔一樣啦。好像比如講有到喺從沙拉瓦美麗或者古晉來嘅有人講比如講而講
ở trong Vuka hiện ngay hiện đó còn ở trong teo ở mi yong ấy ở mấy cái văn hóa mấy cái địa phương ấy当地风俗都讲法都唔一样，比如讲你好靓嘛，俺也有讲你真的好靓，你好尖都唔一样。OK， ngày sau ấy cái nào con nó anh nhìn này anh nhìn到底加拉巴沙威新村的地理位置好吗？我讲华文会比较流利好，好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OK， 我们的这个加拉巴沙威的新村位于我们马来西亚罗佛州古来县啊，距离罗佛州首府是26英里。为什么会叫做26英里呢？我们其实整个马来西亚都是以前啊，在以前的时候，早期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里数来称那个地方名的。那时候还没有地方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到15英里，我们就叫我要去15里我要去26里，我就叫26里。比如说我要去33里，我也叫33里。逐渐我们就过后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镇或者一个新村，就改成一个地方名字。然后我们就把刚巧我们的周围有一个油中岩，蛮大的油中岩啦。我们马来文的名字叫做加拉巴沙威。我相信到地的马来西亚人都很晓得这个加拉巴沙威的名字啦。然后就由这个加拉巴沙威的名字翻译成华文的名字，叫做加拉巴沙威新村。其实这条加拉巴沙威新村这条马路是从我们新加坡上到吉隆坡上了槟城，必须经过的一个最重要的联邦大道啦。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扩建多一条高速公路，就取代之前的这个联邦大道啦。Yes. 在我们结束这个2战过后啊，我们所有的华裔居民都因为在那个英国殖民地的时代的时候啊，就把我们所有的华裔居民都迁入在一个聚居地那边居住，所以说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新村。那个时候的新村的范围，甚至有宵禁的这个活动，超过晚上7点8点过后，完全不可以出门的。我们加拉巴沙威这个新村呢，基本上98%是客家和婆人，甚至我们从我们的祖籍从广东杰西来到我们这里。甚至其他的，比如说海南人啊、潮州人啊、广西人啊，都会说很流利的河婆客家话。甚至有一些印度人、马来人跟我们时常有来往啦，甚至来到我们商店买东西，都是用客家河婆话来交谈的。我们那个整个新村的居民都是以橡胶、可可、胡椒、油棕，还有种植更多的蔬菜、果类之类，来累积他们的财富的。当然，现在到了目前的这个时代，我们也逐渐改变，甚至引进更多的其他的工业，引进我们的新村的周围，发展更多的新的花园。来 ，next。其实我们其实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新村是一个很小的新村。目前我们流
年轻人比较多，是向往到新加坡去工作，然后我们的学生的来源基本上都是要靠周围的新村的家长送来的学生，就读我们的当地的华文学校。我们的华文学校基本上都是半津贴的华校。然后我们这个加拉巴沙威的这个新村呢，基本上我相信在全马来西亚啦，只有我们这个新村有成立一个这样子的社团政党联合会。我们每一年在8月30号到8月30号跟31号2天都有主办这个国庆庆典的活动。然后那个时候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我们叫做沙威一起来。为什么？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叫做沙威一起来？因为我们的新村的名字叫做加拉巴沙威嘛。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我们营界把这个艺术文艺的工作把它搞起来。把我们整个后巷美化，我们美化这个后巷啊，不单是叫政府资助，而是我们把当地所有的村民、当地所有的志工们凝聚在一起，我们把整个后巷、整个街上，我们的新村美化，打造成一个后巷，活化整个市区。然后我们也是有邀请到当地的学生啊、老师啊，画整个后巷的壁画。我们把整个后巷原本是死沉沉的一个后巷活化起来。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后巷、整个新村，平均每一个月大概有20辆到30辆的巴士来参观我们整个后巷的壁画街。在我们成立这个沙威文创社大概是在7年后应该是14年，我们就办这个沙威一起来的时候。到运作了7年过后，我们正式向马来西亚的社团注册局申请为合法的这个一个组织。我们也保留了很多当地的市区的文化，包括我们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当地比较有色彩、比较有客家文化的那些活动。我们都有在保留，比如说每一年的新春的活动，我们都是以客家文化来去主办的，包括端午节也好，到了中秋节，我们都有主办，每一年大概是有主办到4次到5次的，所有关系到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跟客家文化的历史都在主办。这些图片都是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举办的。当然，我们也少不了我们的这个舞狮表演、舞狮表演。然后我们会看到下面有一张图片，你们可能会看到有点好奇，我们的灯笼是不是很特别？这是我们以复古的形式。用旧的那个桶啊，那个是一个铁桶，各成一个灯笼，然后这个灯笼会转的，里面的灯也会跟着亮的。我们用这个形式来用复古的形式来推动这个中秋节的活动。还有我们这些所有都是我们在
搞整个后巷，打造后巷的时候，我们教了很多当地的画家、当地的学生，为我们画上了画、壁画，还有当地的所有的那些帅哥美女们啊，上台表演了。当然，我们也少不了很多儿童、青少年、年长者为我们整个市区的打造。来，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在现场的有谁可以解释一下这几个字吗 ？OK， 在右手边的。这个不是蜘蛛，报复。OK， 我相信在现场的很多年长者都有玩过这个玩意吧？这个叫报复，矮黑豹，矮黑虎，做卖很报复，做卖很报复。在我们当地的时候，我在小的时候，我们的游戏就是抓报虎，玩报虎。这个报虎的前面是一个火柴盒，相信现在没有人用火柴盒了啦。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抓了报虎，都是放在火柴盒里面的嘛，然后火柴盒里面放一片叶子。然后就你抓一只，我抓一只，对打。对，我们叫做对打报复啦，打报复。然后当然啦，我们的这个文创稍微一起来，我们打造所有的新村。包括我们的后巷壁画街，我就是希望，当然我们可以保留到我们的客家的方言，还有我们客家河婆的美食，比如说擂茶和菜板，都是我们当地很出名的一个美食。我们不管是办丧事、办什么任何活动，都免不了有擂茶跟菜板的。当然。在上个月的时候，8月30号跟31号2天，我们也办了一个很大型的活动，超过1万人来参与我们整个节目的活动。我们也搞了一个籍贯的文化，我希望在这个稍微一起来的活动，能带动我们所有的籍贯的文化，都能够一起去把这个。所有的籍贯搞起来。哇，时间到了 ，sorry，next， OK， 我们目前我们文创社，当然从14年开始运作以来我们除了打造整个市区。我们也会制造了很多的那种商机，当然我们也会改造整个市区的那个周围的环境，包括其他的道地的文化的内涵，我们都会会所有的文化的内涵都会保留啦。当然，我们当然我们要。把整个市区改变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面对到很多的问题，包括可能是因为游客太多来到我们的整个市区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些种种的问题？比如说你的车要停在那里，会阻碍交通吗？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足够的食物让游客去选择吗？这些我们都要一去面对、去挑战，所以逐渐我们现在目前都是要再去逐渐去要改变所有的问题咯。
OK， 最后我希望我的文创社我们稍微一起来的展望，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得到目前我们是整个马来西亚新马都有很多游客到来啦，我更希望得到全世界所有的不管是客家人也好，所有的朋友亲戚们都好，都莅临我们这个小小的新村来参观我们的这个稍微一起来文创社。好，谢谢大家。最后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謝李國平沙總哈，以小小的社區，但是大大的力量，哇，做到安多哈，幾難得。其實馬來西亞其實民間的組織、民間的力量一定大哈，也係我哋愛學習嘅哈。頭都講到，唔能所有嘅法通一定要有婚喪喜慶，一定要有擂茶，一定要有彩辦。一擂茶吼。講人哋規模強樣哦，講台灣咧一定冇強樣，人哋台灣咧係甜嘅，人哋咧鹹嘅哦，吼，可以去馬來西亞食可能是四種口味吼，個貼片，我見每日學到嘅，我愛轉調，入馬來西亞好破客吼，接下來係聽人哋朱正一博士、朱正一教授吼，伊愛講嘅係乜嘢喏？伊對伊嘅科學嘅研究吼，醫學嘅研究來推翻嘅。羅香林教授所講嘅吼，也係中原說嘅吼，接下來就邀請人哋主持人教授請。我講嘅同時吼，到披薩講冇買重量啦吼，我講嘅客家話吼，我講去了嘅啦吼，仲我講自然講到冇幾好吼，仲有兩篇講去了落夫人講，佢咧講嘅吼，而家講嘅講埋啦，一講嘅呢嘢，創嘅本應講，呢客家人係。中原嚟客家春韓人王族有人冇？好，但係人家就講，人家問題了，今日出到咗今，全部講在地化，係冇人講乜嘢安地，好反安地在地化，人家同我講嗬，好，好，所以人家講嘅嗬，老大家冇同樣。其他講係用現在的，我是講歷史。歷史呢有沒有全球化？有沒有全球？不但是歷史化，不但是那個全球化、在地化、落地生根，但是沒有人在講千年在地人的互相關係。那麼互相關係呢？我講緊乜呢？少數人到多數人的萎縮哦。也會引起變化，變成什麼個變化？它強勢地區變成殖民地化，哦，兩點它咁冇中到，哦，從來問到他剛也問到，講你是什麼？哦，我們係中原來的純漢人，是望族，這個有沒有道理？哦，其實為什麼？其實這東西從來係羅香林的客家研究討論，哦，講哦，幾個意思是講。本來就有客家從中原來的，其實這客家哦，原來為什麼要叫客家這個話？其實自卑，自卑變成自大哦。你看哈，你講跳拜哈，你冇叫80、90年，哎，客家人係乜嘢？果字旁邊有一個客，叫客節，哦，客哦，有果字旁，哦，旗也沒講。小數中華地理教本、商務印書館的世界地理館全部按個一下，所以客家人看到了是很生氣，只請乜嘢？一請族譜基本講下全部講現在講族譜大部分係抄來了哈，講都是中原望族啊，然後其實寫的這個模模糊糊的五字大遷移，有人冇？愛看就冇人啊。哎，不會動哎。其實講哈，
哦，就不但讲台族人，客家人吼，从不讲都台湾的客家人。明天就讲个戴国辉，戴国辉吼，中那个客家人吼，就讲，我突然问我爸爸，外祖母是不是平埔番？我马上挨了一个耳光。我爸爸说：“你这个混账，我们家怎么会有只有杂种？这全部是搞错观念，哦。”不会动哎。哦，其实治疗下来东西全部没有biological，没成分，没科学。是讲 Thomas Jefferson 他家底哈，美国他最伟大的总统，只要女管家生下来生人哈，生物学上可以证明是错。虽然头白人否认，但是这种是的这 Thomas Jefferson 全部是承认这个生人哈，个生人之后到白人地区哈变成白人，到黑人地区就变成黑人哦。是讲，其实我还强调族群没国代、没高低、没有贵贱啊，就是我们的祖先是所谓的蛮番，没关系。哦，人家都说啊，不是讲啊，所以讲全球化，我们怎么搞？哦，全球化哈，就人是从非洲经过这样回来哈。最可怜的事情就是人行到中南半岛，哦，中南半岛一部分行到华北，还有一部分就从那个沿海岸这边哈上去。那个北部上的就是后来发展到客家人，不是汉人了哈。汉人的部分后来到汉藏，是汉藏。为什么叫汉藏语系？因为藏人跟汉人是比较相近啊，而都再下来，那到这一部分去落去，我大部分讲北越，哦，就越族是。那么我去找那个地中海贫血，找那个蚕豆症，找这些，你请出我去一个请，哦，这东西为什么在那个？那个蚕豆症的基因，或者地中海贫血基因，都客家人较多，因为客家人生产的地方都是什么？其实这个在祖先而言是好的基因，因为他们比较能够生存。那为什么呢？那些疟疾是细小细纹，那个细纹那个疟纹哈，在什么地方最能生长？在丘陵地带，哦，丘陵地带。哦，这是那个书上的 typical， 这后面有山，下面住在那里，人种来是下面是田地啊，这是我的老家。哦，就是一样，就是这个山上住上叫田，就种田，下面路边下面就是河，这样的地方最那个细小细纹最容易生长，所以客家为数人带为数疟疾越多。所以有这些基因比较能够生存的哈，哦，所以两种基因来看哈，在那个中南半岛的人，那一批人啊，的基因都是类似的，哈，类似的跟那个欧洲的意大利也某买通用，哦，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啊，哦，那么你看很有质感，像特别标志是我们的台湾人啊。所谓的汉人啊，有这种叫菲律宾的那个基因有 8.6%， 阿美族有71.9%，台湾只有42.9%，菲律宾在海外菲律宾66%，菲律宾在台湾的算，所以表示说那些86%，我说我们的基因最少有差不多10%来自什么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哦，然后呢，同样的现象，那么那个蚕豆症客家的凡是客家籍都比较高。哦，我不要再讲火洛人跟那个华南人比较低一点，
但是比那个北方人几乎没有哦，懂一点了哈。但是呢，很有趣的是，大家都对这个事情都是不愿意讲，都讲啊有这个现象，只是这个是荣总的 paper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什么有趣现象？不可能的现象啊。那么然后呢，很有趣的是，讲这个 G6PD 突变体，很有趣的是那红线的叫 A to G， 在所有 study 平均的话 10% 是这个基因，这个 10% 基因主要来自什么？阿米族跟那个塞夏族，啊，就并不是说很有趣，不可能现象，因为我们的祖先有10% 左右来自然后呢，这个用那个华南的用那个 immunoglobulin 去算的话，我们梅县的客家人最亲的是广州的汉人，然后是畲族，然后是苗人、布依、水族、老族、壮族，跟那个温州、武汉的汉人都离得很远，啊，比那个华北的汉人更是3000里。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赵同茂用这个算法，都认为火罗郎那个华南的都原来是基因来自华南原住民，只有65、78，他说20、35，客家人就梅县客家人86、84是原住民是在华南，中原人就10、20，这不止这样，那个日本人也算出来这样，美国人也算出这样所以用组织，还有那个林玛丽用那个组织倡议去算出来了。这个他这就是今年2月份发表的。台湾人就火罗郎跟客家人最亲的是厦门的华人，然后新加坡的华人，然后其次是白彝族跟那些原住民，那跟日本满人跟北方汉人更远。所以我个客家人。其实客家人跟火罗郎那个基因差得很少，就刚刚讲是生物学，那人就在语言学跟那个什么，下一次我要讲语言学。语言学上，我们都讲说我们是中原汉族，都是从中原来移住。其实美国人的那个语言学家，他就里面讲，毫无疑问，客家话是在南方形成的，跟火罗维。跟广东话一样，然后我们说很多讲什么矮梅、球梅、熊梅、绑梅，都是原来都是泰苗那个原住民的话，然后所以但是呢，中国人比较有什么？有那个意识形态，认为这个不是只是吸收对方文化。假如你照那个算起来的话，我认为这个有人在讲刚刚蜘蛛。火罗维、拉牙、客家话拉卡、鳝鱼都很近，都是同样这样，就说来源是什么地方？是来源自，所以这个是语言上客家人不是北方来的，主要是南方的。然后呢，不是我这个台独人士讲的话从公开台独人士讲的话，这个是中国的书，台湾新流、客家先约。这几本书用什么？用历史文化来看起来就让这个俩哪一个是的？陈志平跟这几个作者，全部来下过心了他这书有时候有些是他送给我们的其中客家人跟非客家人一样。客家人跟火罗郎其实都一样，类似的。你刚才我们那个加的什么那个族谱是什么晋望号怎么我们朱家叫做费国，其实火罗郎跟客郎都很快不管你什么地方来的，广东可能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些都只是台湾人。就唐号纪念其实就是汉化同化客家人
啊，每个都是朱家是朱熹后代，范仲淹后代，那个唐朝后代。啊，不但这样，有人去这个人，其实用这些书你去看佛山、魏阿贵、连阿胜，其实他们全家都是皇帝赐给他们熟番平埔族的，关西那个客家、河洛那个新竹竹北都是类似，都是平埔族变成汉人，很多了，那个不是，这些都是我不要再然后其实不止这样，在越南越南我有一个朋友去查越南的书，越南在中国占领时代，连他们越南也称他们来自中原，连韩国在箕子当上帝的时候，这个文件可以找得出来 ，Korean literature 也是说他们来自中原认同在地有什么必须要表？假如你们有兴趣看这本书，这本书是那个刘振发很有意思，他是生物学家，又读出一个语言学家，他跟我写了很多信，他认为我们客家为什么会有这些认同的问题呢？最主要是因为广东土客械斗。那一天谁在画那个图？就是那些土著械斗那时候发生的，在那个靠近香港地方。然后呢，在客家这个字是19世纪口西洋语为然后来是才有，并不是说历史早就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认同表示说我们他敢于认同嘛？认同是中原遥远无边的，没有事实证据，只是认为遥远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有一天我去找一个长辈，他太太写一本书，他给我觉得我对这个最有意思。说我们台湾人都不认同自己，在半世纪前，他到是1988年生，到半世纪前，然后说你们是日本人。你们的祖国在北方海的那一边，然后呢，40年前就到了中华民国，然后跟你讲，你们都是中国人，但你们的认同是在西方海的那一边。然后呢，他的儿子到后来，到美国去，然后说你们移住吧，那边来做美国人，就梦在美国，在东边。那么现在大人们跟小孩子讲，对美国的说你们的在有个小海岛，那才是你们的家。所以每个地方、每个时代认同的都是在海的那一边，所以刚刚我从省里讲以及语言、历史文化考古，客家人不是从北方来的，也是汉人南迁的纯汉人，主要是源自华南原住民，现在在中国叫少数民族。还有差不多原住民是台湾的原住民跟华北华人，所以祖先有南蛮如蕃的原住民的蕃跟汉，我们都要诚心敬主，不要有强烈的中原意识，那边根本是虚无荒茫的中原意识。落地要如何生根，就必须要有在地性。好嘞。这样祝大家快乐，神梦感谢朱正义博士朱正义博士对协议对基因来推翻的轨道论证我们样底下讲我们透过按到唔错的错误的历史安尼诺斯底杯会整个翻转过来好，请感谢接下来就我们请庄伟文教授来跟3位的安尼发表来做评论，感谢，请。大家好，我初等来讲我十分的高兴今晡有安尼机会，到最后一场都来跟大家讨论特别是朱教授最后部分我跟立场挺中央的，等下我讲解一下上一场都亲密的时间他有谈到不是台东大学的教授讲说，我每天起来都要问一件事情，说今天我
替母语做了什么事，这样哈。我上到几花时间，我就想我接下来应该来讲学了哈。好，我先讲个太海梯嘅部分，因为周先生佢前头都未出讲学，我一天用讲学来回应哈。我补充一些咧，我自家啲太海梯嘅经验，就丰富太海梯嘅客家嘅事情那样啦哈，冇一定去评论啦哈。我去太海梯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哈，发现个就会有一些嘅特色哈，迄讲唔错，唔做同人讲那样。我四个头先啊发现到讲，太海梯睡觉方吼，同到鳗鱼游来游去，因为冬天也唔会生鳗鱼嘛，哦，故说俺们的客家人会不会偷偷的捞起来吃了哦？也不会哦，哦，要去懂贴配地方了哈。太海梯案发的地方哈，我待一段时间以后，我做成一个结论，某一天正确啊，我初步观察。客家人都那地方哈，就有土地公了嘛。大溪地没有土地公呢，只有一座华人的庙，就那关帝庙，唯一的华人庙，关帝庙，错吗？对嘛哈，关老师不错，各位百姓还没有漏掉了哈。啊，做咩讲样的是，就讲太海梯迄贴配是迄一个懂贴配的咁样的客家咁样实验室，大概现在有研究经费哈，都去大溪地了哈。甲周先生谈头都未出讲学，其实我也冇乜个意外，因为客家话伫太海梯就係地方的通用语言。我第一次去迄段时间吼，去到个菜市场啊吼，因为冇当地的朋友们，几个台湾的教书，说来说去有通伊讲学用来讲，讲了尾迄一个台湾人问讲，哎呦，台湾来的吼，伊要同来讲学了。哦，就慢慢就讲，当地讲学都当流行的事情。讲到个地方就讲吼，其实伊太下梯都近边个，伊也係算一个当从事客家话的地方。伊边个可能30年前去哦吼，还就发现伊其实当地出来当多个客语的 CD， 客语的那样的读本，声音的读个书，这个出来哦，每天台湾也太流行的哦。伊当天才出来，各位今年，今年吗？去年又出一本吼，太海梯个法语，一个客家人的咁样的专辑，同太本吼，但是佢写成法语，就第二本，吼。其实我讲到点我就讲吼，其实佢的研究的能量动态，因为我伫学校我常常会安尼较夸张一点吼讲。冇客家研究吼，就冇客家人啦。以前讲嗰啲文化嘅話，我通過寫作、通過論述、通過討論會，佢按客家意思、客家文化吼，怎會出來？嗰個其實太海梯一部分也做到當好吼。本來我認識一個非常相用嘅要來，佢係花蓮嘅個台灣女婿啊，也來也啲個政黨唔了啲現場冇吼。其实伊也就对台湾的關係也同密切啦吼，像太海梯嘅當好嘅地方。其實我甲講吼，周先嘅客家人去到太海梯嘅時節，就像甲周先生講嘅，去做糖做嘛東西。但是其實也有轉型啦，我哋啲啲後尾嘅當小島底度種香草嘛，當春前嘅香草。各位其實但是啲客家人咧。最重要的产业就会黑珍珠啦哦，很多太漂亮的女生这边戴的珍珠，可能不知道%多少，全部都是大溪地的产品呢。它感染那个 Rubber One 的他们的产品，其实太海梯是很棒的地方，但是有的人可能唔知哈，我甲讲的啦哈，太海梯也有2次移民，有2次移民其实。大洋洲底端还有一个小小的岛，因为法国殖民地就是 New Caledonia， 当到太海梯以后第一次有移民到个岛诶，好，各位都移民到 New Caledonia 也希望又再移民到澳洲跟纽西兰，其实是一岛啦，就讲，就是应验的周顺讲的个事情，他感染全球移动，1次移动、2次移动、3次移动，其实一直在移民，
也是全球客家的一种现象吼。祖先可能伫上演中国的故乡的吼，要将个声音的讲出来也好，要送转去大陆读书，各有多转来。但是也目前呢，慢慢的倒啦吼。我种冇讲研究，我讲最后一件事情就讲，而家有讲到一个英雄，当地英雄的沈秀纯，吼，也在客家人因为为了几只客家人嘅牺牲自己，拯救去个客家咁样嘅安尼未来吼。也部分係做嘛提出嚟講呢，因為我喺海外做很多研究吼，發現客家人有個特色，就講為了自家團結，為了自家族群而犧牲那個客家前輩英雄吼，不本後輩客家人做神來祭拜。其實呢個沙老爺，我講將聖明里啊，就全部都是這樣啊。因為我看過好多人喺海外吼，好多人喺海外，有好多人發出來反應吼，好多人喺海外嘅神吼，全部都故鄉帶去的，只有客家人吼，都我不因為客家人團體嘅關係，會有新嘅客家神，這是同特別嘅華人地圖同不一樣的地方吼。我就講多一條啦吼，喺海體嘅部分，等下再來補充吼。我接下來講李國平沙莊嘅沙拉巴威新村，吼，也係我沒試過懂，很喜歡的地方。我平生第一擺吃擂茶吼，就在這裡。其實台灣也有擂茶，但是真實的擂茶就要在這裡了哈。不過那個沙拉巴威嘅擂茶是非常的棒哈。我講一系列嘅背景，就講祖先雖然講喺做到安尼比較出眾的一個農業工作，但是他現在經濟好像很好呢。因為大家知道講哈，台灣因為一些很多外勞嘛哈，但是大家也注意到嘛哈，台灣冇任何一個外勞哈，去填馬來西亞來嘅，因為馬來西亞自己就用外勞，啊，故說佢特別動到安尼農業外勞呢，佢也愛買個安尼買個榴蓮啊，買個香蕉啊，買個豆蔻啊、丁香啊，其實佢都僱用順豐嗰度很多農業勞工來做。故說客家人啲的其實同幸福的啦，其實有很多小園主嘛，就每天都這個咖啡糖哈，喝咖啡、吃豆蔻水這樣哈，其實是很羨慕啦哈。但是啊，以前種好多茅山王榴蓮。對對對。我是想講但是也唔係重點，最重要是講，前邊要講嘅嗰啲沙威一起來哈。其實我看起來出講，佢係一種用藝術，我用個關於嚟講哈，用以藝術為方法的社區營造。就講佢做壁畫咪哈，將個沙器嘅後方嘅大編起來，做畫起來，變成銅牆咪哈，就等於是推廣地方嘅產業觀光。也喺台灣，其實我們講社造，然後做地方創生，其實要做這樣的事情。但是董村要做，董體有人要畫，又願意又動員，將個地方嘅樣的藝術弄起來，變成一個動態嘅樣的吸引。講當然就有當到台嘅遊覽車走到沙拉巴威來咪吼，那個是多麼簡單的事情。其實按呢事情講，我朝意嚟講。米花後方吼，活化沙器，欣賞嘅壁畫，個推廣安尼美食啦吼。佢剛冇時間講吼，佢講其實按呢體種發展吼，因為帶來地方嘅困擾，比如說垃圾亂抌啦吼，然後安尼交通樣嘅打劫啦，其實安尼事情也是蠻正常的，就講慢慢的在來改善，啊，是因為一種好嘅。當好嘅一種用嚟推動地方發展嘅一種方式啦，吼。我想我之前講一條最重要嘅是我嚟講朱振義老師嘅發表，吼。好。前邊十分特別吼，我講十分特別就講吼，對最後一場，我唔知因為但係會。不舒服也係講很舒服啦，吼，因為我做嘛特別講吼，朱振義老師安尼
主张吼，我抵得，我是一般的社团制度讲的这种言论吼，讲到一般就会本人讲，我客家人无安尼杂种，懂无吼？有样呢，就讲客家人制度吼，伊出做人讲，客家人是北方、中原、汉人，有比偏人较汉人，好，然后血统纯正，都一次就讲一件事情没哈。但是朱老师也不用担心的哈，我们这一代客家人哈，早就做反省了，而且早就有很多论著在谈这个事情。没讲，我们还在相信那种北方汉言论，来接点来讲了哈。其实主要是讲也反思北方汉人罗香林跟陈运动先生那个说法。不过陈运动先生刚去世嘛。我还是要帮他讲一句话哈，周琦的想法是这个，但是晚期还出了一本客家人就没空用哎，就已经有新的变化，因为新的变化，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带我出一本书是谈客家研究理论，底度我谈这个观念哈，因为这我的讲法讲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讲知识社会学分析这种讲，因为所有知识哈。所有主张哈，其实都是跟当时的一个大的气候的言论有关，俺没讲生物上的哈。比如说他讲人做嘛，作为汉人，就像他主持人讲的，比如当天嘅用嘅文史工作者，也係講社團，也係講嘅新聞哈，呢個地方登出嚟講，客家人唔係漢人，各位客家係用嘅全字邊的刻字。就客家人就被當貶義咩吼，好，客家人唔係漢人，我唔知，我冇時間去做調查，我去做調查，我問大家講，迄有人講唔係漢人，唔會生氣嗎？現在我來講，你不是漢人，你會生氣嗎？好。沒，我就問過，你不是漢人，你會生氣冇啊？好，唔會吼，大部分人講唔會咩吼。嗰時呢個民國初年的時節吼，當到客家人會生氣啊。因為用來講，知識社會學就講，當時的時節啦吼，有按樣嘅流行，按樣嘅說法講，漢人才是優秀的。故說規則嘅氣氛的知識嚟講。漢人這樣優秀的，講你不是漢人，就表示你是不優秀的。剛才主教書講咩？族群冇嘛個優不優秀的問題，族群本身係冇嘛優秀的問題，但是社會的評價是有啦。吼，故說沙皮中有按你氣氛咩？吼，講咩漢人，你不優秀。吼，各位情況上特別講一種事情講，你純種才優秀。給時節講嘅話吼講。血統的純正哈，才優秀哦。你聽懂我意思嗎？血統純正這樣優秀，也你有相信嗎？大部分人也冇相信講內婚同樣的，你知道那個獸醫都會講說，那個純種的狗哈，很容易生病，很不好照顧。過一個 hybrid 就按了很多混血跟新的物種哈，較好生存。其實純種冇一定較優秀啦哈，嗰是亞人講的哦。台灣人相信講純種這樣優秀，漢人較優秀，客家人又不純種又不優秀，就做唔得咩？故說加個時節，包括像黃遵憲、邱鴻嘉，嗰度乜人，當到嘅客家談人物，佢就想辦法去證明自家係優秀的漢人咩？佢用自家證明自家優秀的漢人的方式呢？用嚟證明，就講嘅族譜嘛，族譜啊、堂號啊，吼，講唔講我想大家有冇就講有族譜哦，每當只問我後生講有冇族譜冇，吼，有啊，我講他們都看到台灣面前就唔是個看嘅，因為唔看吼，面前唔嘅將來鄉鄉嘅人哦，全部都鄉到未來咩？家己講嘅范仲淹，咩像范文人吼，全部都范仲淹的後代。我咪談過朱偉地有一次演講，地都講，跟范仲淹嗰個時代啊，除了范仲淹以外，其他人都沒生嘛，好像全部引出范仲淹。像范文人
哪里去了？故说那个做文对罗香林这样用普蝶研究的最大的批评哈，没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我们讲陈志平的讲法，你真是讲很初步来看啦哈，很初步来看，客家人咧后台办到就一步一又变好多人，办到一边一步又变偏人，如果办到转又变客家人。其实客家人唔係協同嘅定義啦。第一件事情就係樣，第一件事情呢，初步哈可能就會掉落去嘅。因為照來講，初步係講呢事情要講當小心哈。因為有時我哋教用到拍同嘅時節，因為美國人嚟告訴你啊，佢理工背景嘅人，佢同高興嚟講嚟客家學嚟參加，其中係講初步樣，我就慢慢人講出幾把講。伊都初步哈，可能是捏造的啦。你当下都翻脸，你给我，你要不卡初步上捏造的，要不卡是真的。你看，从明朝几年迁到哪里，现在都真确呢哈。人家讲的事情就讲哈，这就是甲别人也系个台湾人图书馆帮你家修的啦。佢懒惰没哈，他也不看人家工，人家做工，等人家曾祖父炒完以后哈。比如讲个相反面，蛋糕全部掉落去，一本就完成了。故说呢，大家安尼做铺哈，大家做铺拿来看哈，看到你对他以前哈，全部供养，保证全部供养。故说很多研究人哈，唔係分析资料而已，而先分析讲资料值不值得分析。好，就我们客家研究方法已经走到这种地步了嘛哈。也除非来讲，其实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分析啊哈，也已經行到有反省的地步了啊。但是一件事情做得講很多面來講哈，跟朱教授講嘅佢同個基因同個疾病啊度來看客家族群同好多人，也講台灣的漢人同大部分那條嘅人的供養哈。呢啲事情其實也有其他爭議，比如說。大家新蘭老師可以再講咩哈？像以前莊英章老師都有講，撿骨杖有嘛哈？要就細唐人講，哇客家人好逃難哦，自家祖先的骨頭，要8年見走有嘛？你想下有可能嘛？其實洗骨杖哈，唔係講等個乜個中原啊你，洗骨杖就是南方土著的普遍的習俗啦，唔係個特別來，唔係同個北方來。其實也係相關政治啊，吼，見到見到，吼，我喺回到我嘅老就講我講知識社會學概念。其實你要講客家人漢人哦，你可以尋到100種原因嚟講，你講唔係每種都中。但是我最後講完以後，希望大家還是可以吃水啦，吼。嚟講，因為大家相信講客家人啊，吼，有1000年傳統，係有想講。冇啦，吼！比如家主教書講嘅吼，客家人真實的名字的誕生，來講族群的誕生哦。因為講客家人唔係講身體上嘅存在啊，吼！客家族群真實存在啊，19世紀，好，台灣的客家人真實存在啊，吼！光復以後，我想懂得用冇相信嚟講嘅方面哈，但是可以慢慢的來講。來講，其實特別嚟講光復以後，因為台灣人啊，吼，台灣太六開始講19世紀太六嘅當天人變客家人嘅時節吼，台灣係日本人統治，個台灣人係冇客家人嘅講法。我唔看嘅義民廟嘅神主牌當個下乜嘅，粵東人士，其實冇講你客家人，吼，故說家只有祖籍跟區域咩，都那以為。都每年人可是整個苗友雜誌，一直出，中原雜誌一直出，其實出吼，其實唔係只寫嘅，其實每週啊吼，佢哋話潮轉來講，哦，原來我就安尼客家人，佢嘛個問什麼，反正當地嘅就接回去嘅個等於講法吼，將台灣人這樣講，哦，原來我聽佢嘛個少量版島人係客家人哦。慢慢的，客家人是按你形成的呢，是按你慢慢這樣認同的。好，我想我按到時間講哈，但是有3篇文章哈，
懂详细，毋免客家人写的，大家做得用亚数据的，也讲专有开始吼。伫网络上 Google 一个杂志哦，很多全球客家研究，哦，也是这个杂志的那个创办人了哈。全球客家研究记得咯，要都到42下一了。专于 Google 下全球客家研究，跟施天福教授写的3篇文章，跟中央研究院大家讲的事情，佢全部都会写到巨细靡遗，好，系就每个讲的啦，吼，每大又变到，我上当导演讲，谈到讲，客家人唔咩汉人，又唔咩自古以來就有嘅，可能我說衰唔對啦，吼，好，安子生。好，感謝莊委員教授，我哋時間吼已經6點10分咧，有人一天愛問問題冇？冇哈，冇個就20分咧。我哋今日再用大家早上來熱烈來感謝3位發表人跟莊委員教授。今日多日咧，詢問大家聽個人9點見咯吼，好，感謝大家，感謝。感謝分組討論客家文化發展所有演講人、主持人嘅分享。2023全球客家文化會議第一屆議場未圓滿完成，勞辣大家。兩晚我請有參加晚宴嘅貴賓，請有講錯嘅貴賓請有參加晚宴嘅貴賓西浦拖隔壁飯店，拖去航空上9點。